生命科學係一門研究生命嘅現象嘅科學，涵蓋所有同生物有關嘅知識同埋研究領域。從人體細胞點樣運作，植物點樣生長，到動物點樣去適應環境，以至整個地球嘅生態系統點樣維持平衡，都屬於生命科學嘅研究範圍。生命科學嘅核心目標係了解生命嘅本質、結構、功能、演化同埋佢哋同環境之間嘅關係。科學家透過觀察、實驗同分析，探索生命體點樣誕生、成長、繁殖同埋適應環境。舉個例子，我哋身體裏面有數十兆嘅細胞，每一個細胞都好似一座微型工廠，負責製造能量、合成蛋白質同埋維持生命活動。生命科學正正係研究呢啲複雜而且精密嘅生命過程。生命科學嘅範圍十分廣泛，可以大致分為幾個重要領域，包括分子生物學、細胞生物學、遺傳學、生理學、生態學同埋生物科技等等。其中，分子生物學研究 DNA、RNA 同埋蛋白質等等嘅生命分子，遺傳學就係探討基因點樣影響生物特徵，生態學就係研究生物同環境之間嘅互動關係。生命科學同我哋嘅日常生活息息相關。喺醫學方面，生命科學幫助咗人類了解疾病嘅成因，研發疫苗同藥物。例如新冠病毒疫情期間，科學家利用基因技術快速研發咗 mRNA 疫苗，大幅降低疾病造成嘅影響。喺農業方面，生命科學能夠培育出高產量同抗病能力較強嘅農作物，提高咗糧食供應能力。喺環境保護方面，生命科學協助研究氣候變遷、生物多樣性同生態保育，幫助咗人類建立永續發展嘅未來。隨住科技進步，生命科學已經成為咗21世紀最重要嘅學科之一。基因編輯技術、人工智慧醫療、生物製藥同合成生物學等等嘅新興技術不斷出現，為人類帶嚟咗更多改善健康同生活品質嘅可能性。同時，亦都引發咗倫理同社會層面嘅討論。總括嚟講，生命科學唔單止係一門探索生命奧秘嘅學問，更加係一門能夠改善人類生活、促進社會發展同保護地球環境嘅重要科學。透過學習生命科學，我哋能夠更加深入了解自己、認識自然，同培養以科學方法解決問題嘅能力。生命係指具有特定生物特徵，能夠維持自身存在同延續後代嘅系統。雖然唔同嘅生物外形同生活方式各有不同，但係佢哋都具備咗一啲共同嘅特徵。首先，生命體能進行新陳代謝，響環境變化中獲得到能量同物質，去維持生長同活動。其次，生命體具有生長同發育能力，能從幼小階段逐漸成熟。第三，生命體能夠繁殖，將遺傳資訊傳遞俾下一代。除此之外，生物仲可以對外界刺激做出一啲反應，例如植物會向住光生長，人類遇熱就會流汗等等。生命體亦具有適應環境同演化嘅能力。經過咗長時間嘅自然選擇，生物會逐漸形成有利於生存嘅特徵。呢啲共同嘅特徵使到科學家可以區分到生命體同非生命體嘅分別。簡單嚟講，生命係一種能夠維持自身運作、繁衍後代、回應環境同持續進化嘅自然現象，而呢啲特徵正正就係生命科學研究嘅重要基礎。生命並唔係單一層次嘅存在，而係由小到大、層層組成嘅結構系統。最基本嘅層級係分子，例如水分子、蛋白質同 DNA， 佢哋係構成生命嘅化學基礎。由好多分子組成嘅細胞，而細胞正正就係生命嘅基本單位。相同功能嘅細胞會形成組織，例如肌肉組織同神經組織，唔同組織結合變成咗器官，如心臟同肺部，然後將多個器官共同合作就會形成咗器官系統，例如消化系統同循環系統。器官系統組成咗完整嘅個體生物。當同一種物種嘅個體生活喺同一地區嘅時候，便會形成咗族群，唔同族群共同生活就形成咗部落，部落同周圍環境互動構成咗生態系統。而地球上所有生態系統嘅總和，就稱為生物圈。透過了解生命嘅層級結構，我哋可以從微觀到宏觀認識生命世界，理解各層級之間點樣互相影響，維持整個生命系統嘅平衡與運作。科學方法係科學家研究自然現象同建立知識嘅重要工具，亦都係生命科學研究嘅基礎。
透過有系統嘅觀察、推理同驗證，科學家能夠更準確咁了解生命世界嘅運作原理。科學研究通常由觀察現象開始，例如科學家發現植物大多會向光線方向生長，跟住佢哋會根據觀察結果提出問題，例如植物點解會向光生長？為咗去解答呢個問題，科學家會根據已有嘅知識提出一個可以被驗證嘅假設，例如植物向住光生長，係因為光線會刺激植物體內某一啲生長激素重新分布。提出假設後，就需要通過實驗去進行驗證。科學家會先設計實驗，控制其他可能影響結果嘅因素，例如光線強度、溫度同水分，同埋觀察植物喺不同條件下嘅生長情況。實驗過程中需要詳細記錄數據，以確保結果客觀同可靠。完成咗實驗後，科學家會對收集到嘅資料進行分析同解釋。如果實驗結果支持原來嘅假設，即係增加該假設嘅可信度；如果結果唔符合預測，就需要修改假設或者重新進行研究。科學研究並非一次就可以得出最後答案，而係不斷修正同改進嘅過程。當大量研究同實驗結果都支持同一種解釋嘅時候，科學界就可能建立一套較為完整嘅理論。理論並唔係猜測，而係經過反覆驗證，能夠解釋大量現象並且預測未來結果嘅科學框架。好似細胞學講、演化論同遺傳學理論，都係生命科學嘅重要理論基礎。因此，科學方法並唔單止係一套研究程序，更加係一種理性思考同解決問題嘅方法，幫助我哋以客觀證據去認識世界，同埋推動生命科學持續咁進步。生命科學涵蓋咗好多唔同嘅研究領域，每個分支都由唔同角度去探索生命嘅奧秘。其中，分子生物學、遺傳學同生態學係最重要嘅基礎學科之一。分子生物學主要研究細胞內嘅生命分子，例如 DNA、RNA 同蛋白質。科學家透過了解呢啲分子嘅結構同功能，揭示生命活動點樣去進行。例如人體細胞係點樣去製造蛋白質，病毒點解會感染細胞等等，都係分子生物學嘅重要研究內容。遺傳學就係研究基因點樣去控制生物嘅特徵，同埋呢啲特徵點樣傳俾下一代。例如眼睛顏色、身高同某啲遺傳疾病，都同基因有密切關係。現代基因工程同基因編輯技術，都係建立喺遺傳學研究嘅基礎之上。生態學主要研究生物同環境之間嘅互動關係。生態學家關注動植物點樣去適應環境，同埋唔同物種之間係點樣互相依賴。例如森林中嘅食物鏈、氣候變遷對生態系統嘅影響，同埋生物多樣性嘅保育工作，都係屬於生態學嘅研究範圍。呢啲生命科學分支雖然研究層面唔同，但係彼此有住緊密聯繫，共同幫助人類更加全面咁去了解生命現象，推動醫學、農業、生物科技同埋環境保護等等領域嘅發展。生命科學嘅發展經歷咗數千年嘅累積同突破，每一項重要發現都加深咗人類對生命嘅認識。早響古希臘時期，哲學家已經開始觀察同記錄動植物特徵，為生物學奠定咗基礎。17世紀，荷蘭科學家安東尼·雷文虎克利用改良顯微鏡首次觀察到微生物，開啟了微觀生命世界嘅大門。到咗19世紀，德國科學家斯萊登同斯旺提出咗細胞學說，指出所有生物都係由細胞組成，成為現代生物學嘅重要基礎。同一時期，查爾斯·達爾文提出咗演化論，解釋生物點樣透過自然選擇去逐步演化。20世紀係生命科學快速發展嘅時代。1953年，詹姆斯·華生同弗朗西斯·克里克發現咗 DNA 雙螺旋結構，揭開遺傳密碼嘅奧秘。隨後，科學家逐步破解基因運作機制，推動分子生物學同生物科技嘅發展。進入21世紀，人類基因組計劃成功完成，大幅提升咗人類對遺傳疾病嘅理解。近年來，基因編輯技術、生物資訊學同人工智慧醫療等等新技術相繼出現，進一步改變咗醫學同生命科學研究方式。呢啲重要里程碑唔單止推動咗科學進步，亦都改善咗人類健康同生活品質，俾我哋更加深入去了解生命嘅起源、運作同埋未來嘅發展方向。
隨住科技嘅快速進步，生命科學為人類帶嚟咗好多突破，但亦都同時面臨咗唔少重要嘅挑戰。其中最受關注嘅包括咗疾病防治、永續發展同埋生物倫理三大議題。響疾病方面，雖然醫學技術不斷進步，但癌症、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等等嘅慢性疾病仍然威脅住人類嘅健康。此外，新興傳染病嘅出現，例如新冠病毒疫情，亦都提醒咗我哋必須持續研究病原體、疫苗同新藥開發，用以提升全球公共衛生嘅水平。響永續發展方面，人口增長、氣候變遷同環境污染正正對地球生態系統造成咗壓力。生命科學透過改良農作物、生態保育同環境監測技術，協助人類提高糧食產量，保護生物多樣性同減少對自然環境嘅破壞，實現咗人類同大自然嘅和諧共存。另一方面，生物科技嘅發展亦都引發咗好多倫理嘅問題，例如基因編輯技術係咪應該用響人類胚胎？個人基因資料點樣可以保障私隱？複製技術係咪符合道德標準？呢啲問題唔單止涉及科學，更加牽涉到法律、社會同價值觀嘅討論。正因為咁，現代生命科學不單只係追求技術突破，更加需要響促進人類福祉、保護環境同遵守倫理原則之間取得平衡，先至可以令到科學發展真正造福全人類。呢個課程旨在幫助學生建立生命科學嘅基礎知識，培養科學思維同分析能力。透過學習生命嘅定義、生命層級結構、科學方法同生命科學各個分支，學生將會能夠對生命現象有更全面同深入嘅理解。響學習目標方面，學生首先需要掌握生命科學嘅重要概念，了解生物如何運作同埋點樣同環境互動。其次，學生需學習運用科學方法進行觀察、提出假設同分析數據，培養邏輯思考同解決問題嘅能力。此外，課程亦鼓勵學生關注生命科學響醫學、環境保護同生物科技等領域嘅實際應用，了解科學點樣影響住現代社會。響評量方式方面，通常會結合多種形式進行。課堂參與同討論可以評估學生嘅學習態度同表達能力，作業同專題報告就可以令到學生有機會深入研究特定嘅課題，培養資料搜集同分析能力。小測驗同考試主要用喺評估學生對課程內容嘅理解程度，部分課程亦會安排實驗活動同觀察報告，俾學生可以透過實際操作加深對理論知識嘅認識。透過呢啲多元化嘅學習同評量方式，學生唔單止可以掌握到生命科學知識，更加能培養出科學探究精神、團隊合作能力同終身學習嘅態度，為未來進一步學習相關學科打下咗一個好嘅基礎。本單元中，我哋初步認識咗生命科學嘅基本概念同埋重要性。生命科學係一門研究生命現象嘅科學，涵蓋咗由微觀嘅分子同細胞，到宏觀嘅生態系統同生物圈等等唔同層面嘅研究。透過生命科學嘅發展，人類得以了解自身嘅身體運作、疾病成因、生物演化同埋生物同環境之間嘅複雜關係。我哋首先探討咗乜嘢係生命呢個基本問題。雖然唔同生物喺外形、習性同生存環境上存在住巨大嘅差異，但係佢哋都具備咗新陳代謝、生長發育、繁殖、對外界刺激作出反應同埋適應同演化等等嘅共同特徵。呢啲特徵構成咗生命嘅基本定義，亦同時成為咗生命科學研究嘅重要基礎。跟住我哋學習咗生命嘅層級結構，了解咗生命世界點樣由分子、細胞、組織、器官、個體、族群、生態系統一直延伸到整個生物圈。呢種由小至大嘅組織方式，令到我哋可以喺唔同層面理解生命現象同埋佢哋嘅相互關聯。喺研究方法方面，我哋認識到科學方法嘅重要性。透過觀察、提出問題、建立假設、進行實驗同分析結果，科學家得以逐步建立可靠嘅知識體系。正正因為呢種以證據為基礎嘅研究精神，推動咗生命科學嘅快速發展。此外，我哋亦了解咗生命科學嘅重要分支、歷史發展，以及現代社會面對嘅挑戰，包括疾病防治、環境永續同生物倫理等等嘅議題。呢啲內容俾我哋明白到生命科學唔單止係課本上嘅知識，更加同人類健康、環境保護同未來科技發展息息相關。最後，
希望同學可以思考下以下5個問題。第一，如果病毒唔能夠自行繁殖，佢算唔算生命體？第二，人類係咪應該利用基因編輯技術改變下一代嘅基因？第三，喺醫學進步同生物倫理之間，應該點樣去取得平衡？第四，氣候變遷對生態系統會帶嚟啲乜嘢嘅影響？第五，未來生命科學最有可能改變人類生活嘅技術係啲乜？透過呢啲問題，希望同學能夠將課堂知識同現實世界連結，培養批判思考能力，再以科學角度探索生命同自然嘅奧秘。呢個亦都係學習生命科學最重要嘅目的之一。